伫嘉义有一个16岁姓李的少年家，伊也无驾照，初三的时阵就骑奥多摆出去做山工。伫民雄的轮仔顶，哪像为着要弄红灯，转去弄着一台公车，当场全无喘气、无心跳。送病院了后，还是救无倒来。也伫苗栗的湾里，嘛发生有一台轿车要倒来的时阵，那亲像无乘让要直行的奥多摆，抓去弄着，造成这个奥多摆的骑士骨转断去。也那事故的细节要爱调查。救护车赶到现场，先将受伤的人做急救，结果送去了救护车，不过因为伤势正严重，当场就已经无性命的现象。伤者一名机车骑士女性16岁，欧卡，左小腿骨折。受伤的是一位16岁姓李的少女，虽然紧急送病，也是救袂大。代志发生伫咧初三早起，警方讲，姓李的少女迄当阵是无照骑车，正要出门。经过民雄顶仑村轮仔顶加第一线路口时阵，敢若是撞红灯，加一台公车去撞着。急救无效，那个肇事原因待调查厘清。另外，伫咧苗栗，敢是去翕到这台修路车落西滨交流道了，敢若是无注意到迄当阵灯号是红灯，就直接倒换，弄到迄当阵伫咧西滨桥卡由北往南驶双载奥多摆。他要转过来，中间那边应该要停止啊。你们有的就直接过去啊。伫咧初三尾暗4点多，苗栗湾里西滨高架桥卡的西滨里路段，一位姓齐的驾驶驶车要倒换，其弄到要直直行的奥多摆，骑车姓杨的民众骨头断去，姓吴的乘客也身躯顶真侪所在挫伤，送医了拢无大碍。无酒驾情事，详细肇事原因有待厘清。警方呼吁民众用路时应注意车前状况。警方提醒民众驶车经过路口时阵，要特别注意。这两件意外发生的原因，警方也搁伫咧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